世界万行代，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那么讲到最近有一条新闻，大家可能无啥咧注意，讲到技术工业，真侪人真不熟，毋捌听过，或者是讲听过嘛，毋知影是啥物物。但是一人一家代，公马随人猜，你一定有听过。技术工业讲无你查某人会地带，即马宪法法定讲查某人嘛会使，不管你是出价代志规章，拢总通好来。社会变迁，法律嘛爱来做铺排。借问先生啊，恁敢做好准备，要互恁姊妹啊来分家伙，行向新时代？首先来绍介现场的来宾，头一位是中央研究院大史所副研究员詹文亮詹老师。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詹文亮。第二位是咱职业律师蔡耀武蔡律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蔡耀武律师。那么第三位是咱老朋友，韩国德林科技大学不动产经营系兼任副教授林梦金林老师。主持人、来宾甲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梦金。那么首先呢，咱一定要先来看这个新闻在哪里。这讲到吼，这个技术工业是毋是查某人后继承的这个权利呢？那么本地技术工业的条例呢，原则上是由男性来做成。派下员，什么叫派下员？小等来做解释。说因为呢，社会的变迁。有女性呢，想要来做派下员，想要来参一下，于是呢来申请到这个释宪。那么释宪法庭呢来判决相关的法条，因为无保障到女性的权利，涵盖的范围无够，宣判讲部分来违背到宪法。为古早流传到今，祭拜祖先为主要目的的技术工业制度，以前原则上是由男性加做派下员，若尾有女性也想要加做派下员，所以因为技术工业条例规定，原则上男性子孙才通加做派下员，就无法度得到权利，所以申请释宪。13宪法法庭判决，法条保障范围无够，违反宪法第7条的平等原则，宣判部分违宪。它规定了男系子孙的部分，那这一部分是应该是继续存在的，继续有它的规范效力。那但是呢，这一条规定，因为它没有涵盖设立人其余女系子孙的部分，原则上是以男系子孙为主，就抵触了宪法第7条保障性别平等意志。法条规定有规约规定的技术工业，就按照规约来行；无规约的，就按照技术工业条例行。宪法法庭统计，目前有1221个技术工业无规约，占整体37.6%。判决了后，这些技术工业拢会受到影响。女系子孙的部分，那未列为派下原者，可以检具为设立人直系血亲非亲属之证明，请求该技师工业列为派下原。而且呢，他呢是从请求之日起享有为该技师工业派下员的权利。不过目前大部分的技术工业拢有规约规定，但是这个规约本身就排除女性加做派下员，即摆宪法判决要是无法度保障到因。而且若是现主时无规约的技术工业，即摆开始定规约排除女性，嘛要是会影响到女性的权益。记者郭文丹报道，台北报道。首先呢，那么观众朋友来讲哈。你无一定爱认捌到技术工业，恁厝里可能嘛无技术工业，但是技术工业这个题目关于到头一个男女平等，咱拢知影吼。台湾其实在这部分吼，其实比东亚世界各国来讲，算作是进步的。吼，男女的平等哦，慢慢已经吼会坐平啊。但是在技术工业顶头发出来，你看到这个新闻来写，讲是违背着宪法。首先，咱就爱请詹老师来给咱解说一下。那有的人唔知影什么叫做技术工业，听到这4字就昏头昏脑。啊，佮有什么有公约，啊有规约，啊无约定，啊这是什么意思？来请老师来给咱讲一下。哦是，技术工业咱简单讲就是，伊是甲传统的咱这个一个家的生活有关系啦。哦，传统咱一个家就是讲强调或者一个叫做动机，一个叫做强财。
大家带做伙，啊，财产呢，就是算讲一卡即个钱袋啊尔，哦，啊是安那诶，即种的设计，就是传统的社会，咱普通做田人吼，较早就是拢做田较济，啊，大家出去做田，啊，一家伙就是做伙食，啊，所以嘛讲，当然一口罩啊，一口罩尔，嘿，啊，拜共一个公妈嘛，哦，啊，但是较早咱即个家吼，伊目的毋是干那讲，咱有一个叫讲养生啊，啊丧死啊，就是讲，一世人咱住伫即个庄仔头内底，住伫即个家内底，啊死后嘛有子孙通啊甲咱拜，嘛甲你捧到，啊，所以讲即个家较早是，活着的时间，过身以后，拢伫即个家内底，啊为着惊讲你若死后无人拜，吼，所以较早的人伫分家伙的时，伊就讲啊，无咱等到较有钱吼，有即个田，咱分一地出来做拜祖公的功业。啊，较早嘛无讲祭祀工业，伊是叫做工业尔。啊是日本人来了，因学着即个西方的法律嘛，吼，啊就想要讲，除了人就是咱处理就是人活在世间的时代，无去处理死后的代志，所以变作讲，你若家族的制度，就是咱即摆讲的民法，伊就是干那处理活着的事，哦，活着的是咱人的身份关系，咱即摆做亲属法，啊那。来，咱有人过身去啊，伊的财产要处理，就是叫做继承法。日本时代叫做亲族甲相续。相续。嘿，啊，但是拜祖公这部分，伊若有一个工业的，因就讲，这个甲民法无共款咧，啊，所以另外处理。啊，因调查发现讲，咱台湾有真侪种无共款的工业，但是上多的就是拜祖先的，所以伊特别甲这个拜祖先的建出来。独立出来。讲好做这叫做祭祀工业，所以这是咱台湾的特产哦。所以日本时代嘛是讲这是跟咱台湾才有的制度。哦，这就是台湾特产，祭祀工业啊，就是安尼来。但是基本上伊内面的这个内规啊，伊也是以咱传统过去汉族以男性为主，吼，父主吼，爸传囝，囝传孙啊，这种方式，所以查某人袂当入去。是，哦，这就是祭祀工业内面的精神。咱比如讲咱食祖，查某人袂使入去食祖，吼，啊，若这祭拜是血食，血食你嘛查某人袂当入去。写这个族谱内面，你歹势，你加是写显口，显ผิ吼，安尼啊，这就是祭祀工业嘛。是。今仔日会发生这个代志，就是因为社会有变迁了嘛。是。吼，这我第二个我来请教着律师吼。咱在这个宪法法庭吼，我相信你若真参与真深啦吼。你甲咱讲，咱即摆主要焦点，虽然咱新闻大内面有讲吼，但是我相信大家观众朋友看咧新闻大就分歧啊吼。你在咱讲一个上重点的重点。好，无问题吼。大家会使看这个顶面的图有讲到。其实这大法官以早就已经有处理过这个技术工业的这个问题啦。啊，不过迄个时阵在处理的是在这个技术工业有规约的这个问题。啊，不过即个讲的是无规约的这个技术工业，伫咧咱的法律内面是有规定讲，原则上干那查甫伊会当做这个派学员。啊，你若是查某，你若想要做派学员的话，头一个你必须要是无出嫁的这个情形，就是你无甲人结婚。第二规定啦，还未出嫁哈。无毋对，你无结婚，啊，你搁住喺厝的，第一种情形之下，你有机会会使做这个派学员。啊，另外一种是，若是你甲人招，安尼你的翁婿，啊是讲你生囡仔有查甫的，啊伊对老母会信，这种情形之下，就是无论是即个查某，还是即个查某伊的囡仔，拢有机会使做派学员。也毋过，这拢是有真侪条件，你才有法度加入去即个技术工业，甲查某人伊原则上就会使做的，即个情形是非常无共的。是，啊，但是呢，咱来看，其实这修法当中吼，有遮变迁吼。要请这个王金老师吼，来讲头一摆咱咧修这个祭祀工业条例的时阵，你有参与嘛吼？你甲咱讲这个过程当中是发生什么代志？好，我简单讲吼，祭祀工业吼是刚刚曾老师有咧讲，迄是习惯延续出来的一个团体啦吼。那以前咱的法律吼
拢无定，啊，敢若适用民法828条、29条吼，啊，所以伊若迄派下全体同意才会使去处分等吼，啊，真困难。那么，咱伫个民国74年，咱就定一个技术工业土地清理要点，哦，啊，伫个到即个民国82年左右吼。台湾省吼有定一个技术工业清理办法，啊，但是这拢是行政命令，啊，行政解决，唔是法律。产权处理嘛真困扰，啊，所以这个内政部其实伫个民国86年吼，伊就想讲，啊，这产权足复杂的，啊，其实较早咱拄啊，詹老师有咧讲日本时代甲咱台湾国民政府来统治的时阵，法律制度其实是无共款。啊，其实包括这新民会也好，这个技术工业，啊，佫有一寡这个株式会社。较早的株式会社嘛是属于甲咱股份有限公司共款，但是伊是日本制度的。甲合作社迄款。所以迄个登记吼，咱较早去登记的时候，拢共照旧的，拢移载过来，吼。移转过来啊，但是迄产权无共款啊，所以迄个时阵，民国80几年内政部足头疼，伊认为讲啊，遮无来去做一个总清理，所以定一个这地质清理条例。啊，地质清理条例甲技术工业有什么关系？其实迄样种地质清理条例是要甲技术工业甲新民会做一个甲清理掉，清理掉。其实可能嘛无一定歹啦，变到大家袂当纠纷啦。啊，但是后来吼，去日本年吼，民国87年一直到这个96年，这个中间有将近10档的时间，三进三出，这个法案拢无法度修，因为一寡立法委员，包括苏焕智，包括赵永清，拢感觉讲，技术工业敢若袂歹，因为啥那台湾有这个特殊的技术工业，因为伊就是讲咱伫大陆过来时，过乌水沟，然后毋知拢罗汉脚嘛，啊来遮的时阵，会怀念大陆的祖先等等，啊，所以给定一个历史者，啊，咱所有的人出钱的人去，这个业就是这个财产，这是工业。咱讲这业吼，迄个意思就是财产是田园，啊买一寡田园，啊，大家来做拍劳工，啊来趁的啊是来耕作的，这个修行来拜这个祖先，所以技术工业是基本上伊做的迄个用意也是真好，所以伊是有敬祖啊，伊有传统的孝顺的这个孝道的这个尊崇，等等这个代志是真好。但是技术工业条例要定出来了后的时阵吼，最后伊嘛是希望讲，啊，你无就是惊回归到拄仔咱讲民法财团法人还是社团法人，啊，到尾伫个技术工业迄个条例内底，再创造一个叫做技术工业的法人，啊，所以这个法吼定到即卖的时阵，咱遮有一张单吼，这就叫我查讲，伫个较早清理甲即卖发生的时阵，咱总共有9222公顷的土地是这个技术工业的，所以这财产相当的多，相当的多，所以较早以前有清理的，到即卖开始清理的，登记法人的，也是登记财团法人的，其实抑阁无清楚啦，无完全清理，因为这内底第一牵涉到人的问题，一个牵涉财产的问题，第一。做管理的部分，管理才是问题。因为主持人拄好伫讲一个规约，一个管理者，这个规约跟是管理者，这个问题就是这个结构性的，要参与这个核心，要参与这个核心运作的人，其实是足少数，啊，所以即马讲男女平等这个代志其实我甲大家报告就是讲。其实，伫个立法这过程，赵永清版是我有参加研拟的。伊个赵永清版内底就规定讲，即马其实大法官410号的解说就是男女平权啦。
迄阵是恁有想到？男女平权，我当阵我是想讲，迄你男女平权啊，即马新的法律应该新设的，也是新开始的继承的代志，应该回归到你嘛说现在想要要 stop。毋过就是业主派的代表吼，业主派，你看观众朋友小解说，现在佫出来一个业主派。这属工业总归尾就是讲拄啊讲这土地开发啦。核心的这个管理者吼，甲这个财团这个部分咯，因认为讲无一寡查某来加乱的啦，这唔好啦，这是习惯啦，这是真重要习惯法啦，所以内政部嘛感觉接受因的意见嘛，所以才有规定讲规约是差一块，就是安尼来嘛，其实我简单佫讲者。其实2014年甲2018年吼，其实嘛是开始法院已经真济这诉讼啊。迄当阵啊吼，内政部开始嘛是去研究讲，这嘛应该爱来修改变。我来甲伊讲，你这改变哦，因上简单的做法就是回归到民法。民法内底，因为这财产权的继承都无分男女啊。你即马干来为着你这个法外设法。那弄一个独立的王国，不受我们中华民国的法律规范，这吼，这无合理，真无合理哈，所以这个法吼，到即马大法官做成这个这个判决哦，我感觉内政部应该紧来去思考赶快修法啦。这刷了就是修法的问题啊！我先请教律师吼，刷了修法吼，我看嘛是留一寡浪旁伫的。你甲咱讲吼，这个修法当中佫有啥物浪旁提醒吼观众朋友来了解，而且日后哦，咧修法的过程来斟酌来看。无毋对吼，即届大法官伫判即个案的时阵，我都有讲过，伊主要处理的是即个无规约的技术工业，伊伫选即个派下员的时阵，伊袂使因为就是咱现在停喺遮吼，你甲讲什么无规约吼，观众朋友可能对无调。无规约就是讲，咱这技术工业内面无规范讲，男女性袂当参加，明明白白写的，无规约的，是毋是这个意思？是，观众朋友爱先了解，歹势请。对，就是即届处理的是讲无规约的这个情形之下。你若按照法律，你应该爱无管伊是查甫还是查某，你拢应该爱互伊有机会会使做即个派下员。也毋过大部分的即个技术工业，其实伊内部拢有写讲伊是有规约的。规约的内容嘛，常常拢讲原则上应该是查甫伊才会使去做即个派下员。但即马要安怎？就按法律来讲，恁这安尼写拢袂使吗？是，所以。大法官虽然伊表面上敢若有伫处理即个话题，也毋过其实伊是非常少的，就是伊敢若去处理着无规约的即个技术工业。那今仔日伊是有规约的，伫即个大法官所做的即个解说内面，其实伊是较袂着的。所以若真正要全面性的去保障女性伫即个技术工业做派下员的即个权利，就应该爱。人民团体因家己的规约内面嘛，爱写讲，无论是啥物款的，查甫的、查某的，是讲你是对妈妈是对爸爸的事，拢应该爱有机会会使做这个派下员。是，我来请教詹老师吼，那这老师嘛是法律系毕业的啦吼，你咧修法当中，咱敢有通这个国家敢有这个，因为这个违宪吼，违背宪法，所以会当命令人民团体。咱唔知影技术工业是毋是算做人民团体？叫你人民团体，你内面的这规约拢爱改，敢会使有一条法律来讲，恁都爱改起来，爱男女爱平等，拢会当来继承这个派下权。这其实是安尼，就是讲伊这个规约吼，会互这个大法官宪法法庭，正常应该是大法官啦，会议伊认为讲是合宪。一个伊的理由是讲，这是司法主治啦，也就是讲，这牵涉到咱的契约，咱契约的代志，私人的代志嘛。但是这个问题，我想应该有两方面通看啦吼。一个是讲为中华民国的法制来讲，因为这个技术工业条例是一个法律，所以咱来放伫这个宪法下面来看。
那宪法第7条伊就已经规定讲男女爱平等。哦，第7条咯，个男女爱平等吼。啊，到咱1990年代的修宪的是在第10条第6项还是倒位吼，伊嘛还有一个规定，就是认为政府爱更较积极去推动这个男女平等。内面有写字讲政府爱积极，就爱去推动男女平等。啊，到2000这个技术工业条例制定了2010年还是11年，就是马英九做总统的时代，咱有签署2个国际公约。迄2公约内底，伊嘛有针对着妇女甲儿童的这个无平等的对待或者歧视啦吼，政府爱采取各种的办法来消灭掉这种无平等的对待。所以其实，在宪法战术来讲，伊是已经有要求着政府爱采取较积极的行动来消灭这种无平等的对待啊。啊，所以在技术工业条例的法律的修改来讲吼，譬如讲，伊其实第5条伊是用这个条例实行甲进前安尼来比啦吼。条例实行了，你若有派下权的继承发生吼，其实就是照伊讲的，已经无分男女，是看讲什么人伫咧拜祖先这个行为，吼，来决定讲谁会当继承。所以咱即马处理的这部分，拢是针对着这个继承发生在条例实行进前的这个工业的问题啦。啊，然后才佫有讲，啊，较早工业内底因若有这个规约，还是无规约的。啊，无规约，即马讲这个违反宪法嘛。啊，你同一个方式，你嘛是当对这个，就算你有规约，嘿，但是伊当然伊伫728号的解说是讲伊安尼是合宪法的，但是这个解说吼。啊，民间学者啦、社会团体真侪拢真勉强。有一个无共款的意见啦，就是讲你安尼吼，一个问题你甲挂做2部分，啊，这部分对啊，就他林老师讲很奇怪的，你这挂一个，敢若是问题安尼，是毋是这个意思哈？是啊，林老师你感觉咧？我延续刚刚曾老师刚刚拄仔你讲的吼，第一条讲规约这个代志吼，咱规约咱即马。有财产权甲会员权的规约，拄啊2个公寓大厦规约。哦，咱内底区分所有权人嘛是会员，啊，咱有财产，啊，搁爱管理。伊伫个公寓大厦管理条例吼，伊23条伊有定一个会使定规约。啊，咱这个嘛是有财产权，因为有业嘛，也有财产嘛，啊，所以咱有派下员有会员权嘛。所以这2个非常类似。吼，啊，伊的运作嘛是共款条例，公寓大厦管理条例嘛是讲做这非法人团体，啊，咱这个技师工业嘛是非法人团体，其实蛮类似，但是公务的做规约吼，袂当抵触法律，袂当抵触法律，这毋是法律啦。对，啊，咱袂当抵触法律，所以要法律内底去甲伊补充。啊，所以拄仔讲曾老师你讲，咱的技术工业条例内底规约已经是有法律啦，啊，你的规约当然是袂使抵触法律啦。你那会使讲法外还可以另外有习惯尊重习惯，这个观念已经唔对嘛。哦，啊，第二就是讲，拄仔讲施行后，伊即卖新的第5条，现在第5条伊规定讲啥？规定讲你施行后若发生继承，啊，你爱以共同祭祀、共同祭祀。事实会使列为派下员，共同祭祀，我会员权是继承就发生后，我若囡仔，我若手伫摸的，我即摆手伫摸娃娃，啊，我免啊法度去行使我的义务。第一就是咱的会员权有权利义务嘛，有权利义务嘛。啊，权利就是讲我继承，我就自我的老爸老母往生我就继承啊嘛。吼，啊你。会员要尽义务，就是爱来祭祀，来祭祀，这是我有会员了，才有祭祀的义务啊。结果伊甲你写讲，你有共同祭祀为食行为，你才会使列为啊。大家你即马这核心中心核心这人，你拢袂当互你入来，你是要哪共同祭祀？所以
所以这个法吼，哦，这俩就浪胖啊吼，这个法到即摆拢要有问题啊，所以爱修啦。爱修啊吼，律师你来讲看卖。我的意见甲两位老师是共款的啦。咱的宪法第7条，吼，甲即个宪法增修条文的第10条的第6项，其实拢有讲国家是有义务去保障沙某的即个权利的。啊，春老师讲的，到底是安怎人民之间的即个契约、即个规约，会使完完全全甲咱的法律所保障的即个情形是完全无共的，这是咱无法度接受的啦。所以若宪法有做安尼的规定，咱嘛有签春夏多曾老师讲的即个消除妇女歧视的这个条例。是啊，对，所以咱国家若是应该爱主动去消除对女性的一个歧视的话，安尼咱应该爱做的是，人民团体若有即种无合理、无平等的规约，嘛应该爱进一步的去做规范。是，咱今日会请吼詹老师来吼，因为詹老师是对历史的角度来研究咱台湾的习惯法，以及到现代、近代到现代今嘛，这法律的这个变迁吼。真侪人，尤其咱头拄已经讲过啊，这是过去的这个传统的这个行为、信仰的行为，甚至是算作宗教吼。那么有真侪人会反对讲，哦，你唔捌，这就是香火，吼，这吼查某人来哦，咱会绝俗啦，吼，这绝俗你唔知影，恁这查某人恁都唔捌，吼。啊，事实上，这俗工业到底即马现主时，老师你即马有看到的，过去有即个 case， 因大部分咧创啥物？因为哦，我所知啦，真侪技术工业平常时也无咧摆啊啦，吼，人员也少啊，少数人像头拄林老师讲，少数人咧控制着，吼，啊咧盈利，吼，咧放租，还是起厝咧收租，啊，到底这个情形，在目前台湾诶代表啊，这情形，老师你甲咱描述一下。技术工业吼，咱头拄仔讲，伊法律会定出来讲，有即个制度，伊根据就是两种基础，一个是讲哦，这是咱一个传统的真好的风俗嘛。哦，第二个就是头拄仔大家有讲到，自早就是上无伫日本时代以来，在习惯法典权原来承认着即个制度啊，但是咱必须理解，就是讲，一个法律的制度吼，总是你要用在社会，就是甲社会现主是社会在正人的生活有关系。所以社会若变迁，你法律其实嘛爱对着变，吼。啊，咱即马台湾社会有变迁无？咱大家甲有咯，同志就结婚啊咧，对无？家庭的制度、婚姻的制度，拢步步伫改变嘛。咱即马婚姻毋是，咱即马即个。血统吼已经无采取讲即个宗挑，较早叫宗挑嘛，就是查甫人的血统的继承。咱即摆民法的继承是双系啊，双系两可的嘿。老母这边的老母若过身，咱嘛咱嘛通继承老母的财产啊。啊，老爸过身嘛通继承老爸的财产。哦，啊，但是工业伊自早嘛是家伙的一部分啦。啊，但是就是伫日本时代，我讲的自近代法律之外。伊感觉这甲近代的这个财产法，也是讲家族制度卡袂入去，所以用一个特别的制度，加合做习惯法典权的制度嘛。哦，啊，但是习惯咱知影，咱即摆宪法下面民法第1条讲，若法律无规定的，哦，才叫习惯。哦，这是第一个原则。第二个是讲习惯，你袂使违反着公共的秩序。也是善良的风俗，啊，所以咱即摆公共的秩序就是讲，咱即摆宪法、法律的体系整个，咱法律生活一个上悬的原则就是男女爱平等、性别平等的原则嘛。哦，即摆是天条咧，所以照讲，你即个习惯法吼，必须都要符合即个原则才会使。但是咱知影，伫1987年改严进程。咱的威权社会内面，社会之下，咱这个宪法其实是行的程度较有限啦。哦，所以其实你看咱这个问题，拢是1990年代以后才渐渐出来嘛。哦，所以在新的这个社会变迁之下，你讲像较早
咱讲过房即摆嘛少啊，大家可能唔知就是哦，过房这观众朋友才唔知你这房呢，你讲兄弟啊，即摆大兄、二兄、三兄啊，那其中有一房无囡仔就过身去啊，啊就做绝嗣啊。绝嗣嘿，啊绝嗣你嘛就是一个囡仔吼，吞伊的即个香火，爱认伊做祖先吧，嘿，啊就是干咧，互伊做客囝、做囝的意思啊，或者过房。啊，咱即摆搁一种叫做咱较早讲做冥婚啦，传香烟啦，传香烟啦，传香烟啦。啊，因为即摆咱尾啊社会即个医疗进步嘛，囡仔要饲甲大汉，吼，普通是无问题啊。啊，像古早是可能你生10个吼，5个可能超工叫高赛叫拍腰啊， 5个饲袂大。啊，这囡仔过身，像讲查某囡仔若过身去大汉，哦，厝内若发生代志，伊就会讲啊，这是讲要姑娘啊，嘿，姑娘啊，讨要嫁翁，譬如讲，哦，啊，所以较早的人有一个制度，啊，而且因为查某囡仔死后无人拜嘛，你要食，他拄仔主持人讲会食这吼，伊就爱挖伫因翁教堂啊食，嘿，所以伊就是安那讲，叫黄嘛，嘿，是安那讲爱带香烟啊，就是安尼，哦，就是讲伊虽然过身啊，但是你，哦，比如讲你若要带即个某一个小姐，啊，有2姊妹啊过身去啊，啊，可能做伙带，做伙带，安尼伊后摆伊的子孙啊。祭拜的是伊才有通啊活伫食，哦啊！但是咱即摆社会，你嘛真罕咧听到讲传香烟啊，即个制度，哦，这讲这是社会经济发达了后，咱一直变迁，囡仔吼，人啊会受增加，袂讲你30岁结婚吼，31岁过身无囡仔就绝嗣啊，这种情形就真少，拢是家己外生的啦。所以当个社会自然的习惯。香烟啊啦，过房的就少啊，法律上嘛，真罕咧听到讲会有这种问题嘛。啊，即摆这属工业有问题，就是讲即摆这工业就日本时代承认啊，因为伊是个组织啦，你只要有后底啊，伊就袂消失去啦。哦，甲咱头拄仔讲的迄过房而且还佫有产，无共款，嘿，有财产伫咧，有财产伫咧，就自然会维持。会维持咩？所以啊，即摆社会，即摆既然咱对法律的制度，咱要求讲就是。男女爱平等，吼啊！实际上，咱若为这个家族制度来看吼，民法的部分，咱就已经变甲介进步。头拄主持人有讲嘛吼，婚姻无一定讲一个查某一个查某这样。连同性就结婚啊！啊，囡仔的姓嘛，无一定爱对老爸仔姓啊。对啊，所以安尼咱就知影讲，啊，伊这属工业伊上坚持的就是讲，即男性这边的传统啦，辅助这边的。过去咱认为讲是安那，或者即个祖先的血统会留落来，就是看迄个姓。所以真济即个纠纷，就是讲，比如讲你若红招，哦招入娶出嘛，啊拢会照片，你抽地保税嘛，哦，代表即个对即个妈妈姓，啊因兜若有工业，即个通啊继承啊，共姓，哦共祖公落来。啊，即摆若老爸啊红招的即个娶出来。佮生一个对老爸仔生，啊就真歹势，就甲迄边无关系。啊，但是，所以就是即个较早是用即个咱一个家族吼，政府嘛较无管较济啦。啊，但是即摆时代，你在即个咱讲的即个法治社会，所以法治社会即个法，就是以宪法为上悬的法。观众朋友，大家即个观念要清楚。宪法顶悬，民法顶悬。啊，民法的规定，关于甲咱家庭有关系，就是即个亲属甲继承法。吼，啊，除了民法以外，嘛要即摆社会，因为社会变迁嘛，要真侪其他甲家庭有关系特别的法律，毋是干那这属工业的。是啊，这属工业是传统的。啊，比如讲家庭暴力的防治法，家暴事件真侪嘛，吼。啊，咱这就是国家的这力量会当介入这家庭，互你来处理你家内的代志，这就是一种吼。但是我要请教，头拄老师也讲到，即马同性婚姻也许可啊，啊，这力量后，在这个这属工业内面，这是要安怎处理的？就是你的看法。我家己看法是讲吼，这属工业伊的目的，若是讲主要是要拜祖先，吼，啊要互祖先知影讲后代才会囝儿媳妇拢有友好，安尼做这件代志，
会当做的人，无应该是干那查甫，查甫应该无法度做到这件代志。另外就是讲，像许多老师讲的，无论是即马台湾的宪法，还是民法，其实对查某甲查某的即个继承的权利，应该是爱平等来看的。若是安尼规定是安怎伫个即个继续公约规约内面，会有即种特别无合理的规定，这是阮无法度接受的啦。然后阁有伫咱的即个继续公约内面的真侪即祭拜过程当中，有真侪即个水果啊、神礼的传，即拢是查某伫安排的。因对真侪代志是非常了解的。啊，毋过伫派学员的即个身份，煞无法度去用保障，这嘛是真侪不合理的所在。所以，若是随着即个社会进步，慢慢有愈来愈侪即个查某来争取家己做派学员，然后嘛有真侪人会有即个能力，有即个意愿，会使家己做好。是安怎伫即个技术工业内面的规约，要安尼限制查某去做这个代志？这他拄仔就讲到一项吼，林老师你头仔讲。无应该以行为来决定讲伊是毋是有派下权嘛吼。有。啊，若同志的朋友，啊，因两个结婚，吼，因两个结婚，咱要安怎来解释讲，伊必然必有即个派下权。即马就是讲，你派下员目前照法律来看，就是讲你要有继承嘛。哦，继承嘛，另外古早有一款叫做归咎啊、抛弃啊，迄另外已经即马拢无啊。继承当然是爱有迄亲的关系，佮甲迄个配偶哦，同志迄嘛属于配偶啦。安尼就去说配偶，伊若有继承权，伊就拢有继承权啊。哦，这个法律若回归到民法，伊应该就是爱有继承权。哦。咱即马就是讲，咱即马这个法律的设计绑得很不合理。我感觉这包括拄仔讲的规约的设限吼，这边的宪法法庭嘛无解决啦吼。第5条迄个以共同祭祀，迄嘛无解决。我感觉这拢爱来修。另外一个就是讲，这个规约的民主化，吼，咱即马爱改赋予规约民主化。出一个话题哦。规约的民主化，这是安怎讲起呢？因为规约就是会当会当变更嘛，当然是爱有派下员的意思形成这个规约的内容嘛。当然，这社会这团体法的大厦管理条例对，伊都拢会使变啊！你要管好好，你要定较严的，你要管到松啊，你就法律以后规定实施啊就好。这个就是一个规约民主化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讲管理者吼，咱即马这个技术工业内底管理者吼是世袭的呢，永远直直做落去呢。拢这条咧传啊，永远直直做落去，无你改选的啦。改选就是拢因囝啦。这个部分就是变得讲，咱这个代表这个团体的人，应该要有任期制。所以民主化，我感觉是。除了拄啊讲的派所谓男女平权这个代志以外，咱这个技术工业这个部分的这个民主化这个部分哦，也是刻不容缓。因为这个你讲了这个民主化哦，阮制作人马上耳空机就甲我讲，伊讲阮啊这个民主化吼，若现主席因即寡人就先举手，我就先来决定讲，你查人袂当入来，你某咪人袂当入来，就甲排。迄个法律啊，你袂使拄啊讲法律之下，你人人平等嘛？那要选谁？变成讲派下内底要安怎选？比如伊的较早的技术工业有叫扣分的，有叫合约制的。合约制就是讲股权较侪少，有较少。你若扣分的，就是各方平等。那各方平等的时阵，你就是会员数嘛，爱互伊共款嘛。伊较后生，伊就较人较侪。所以伊的表决权，甲伊安那要选要共同事务的决定的时候，我感觉这拢爱去想一下哦。对，爱民主化啦。那詹老师，你感觉这若是用民主化来投票，这要安怎设计较为理想，较妥当安尼？这种是因为是私人的制度啦，所以在司法主义的原则之下，
除非讲伊牵涉的范围是概括，但是这属工业即马伫咱台湾社会，以总数来看，伊嘛是一个较例外的制度啦。哦，所以陈老师有小可顿地的吼。伊这个想法，我实在讲，我嘛是今日头一摆听，所以我爱个登去想。但是我想要补充就是讲吼，工业这个制度，这属工业这个制度，咱那个用回到我头仔讲的这个家吼的生活来看，其实咱祭拜祖先吼，当然法律上较早是无规定，因为法律主要关心的是财产。啊，你若为祭拜祖先来讲，咱其实汉人祭拜祖先有3位啊，毋是干祭祀公业啊。咱伫厝会采神明公妈嘛，是公妈的祭拜甲神明的祭拜，其实在民间社会是整体的，吼，这是一种。啊，还有一个就是咱知影，咱台湾即嘛吼，一年上大的2摆的即个人流人的刷叮当吼，一个初二回娘家，啊，一个清明，一个就是清明，拜公妈、拜祖先，啊，这去也是扫陪墓啦，叫做陪墓地纸啦，哦，啊，但是第三个就是讲，你若较早的人厝的有一地啊，伊分家伙也是像头拄仔讲的，大家一人出股份款偌济，啊，合约之内设工业，啊，伫这个公事，哦，拜祖先安尼，哦，啊，你若有公事，有可能你祖先生日啦，还是迄个过身的时阵，迄个忌日，看要拜几届，迄拢通照片啦吼。啊，但是你看即摆社会变迁来讲吼，即摆有的人厝里其实无采公嘛，即侪就愈来愈侪。啊，谁若无采，伊就是甲即个爸母过身了吼，因为即摆政府也开始咧开始变化，就是讲即个墓地管理开始变化，因为咱活人会死啦。啊，死人死了就是掉伫遐，死人袂活，所以死人会愈来愈不是侪要减掉。所以较早日本时代规划即个公墓的土地，渐渐嘛无够用啊，所以即摆换刷做塔。哦，咱较早人若过身哦，一摆是第一摆抬落嘛，或者第二摆是捡骨了搁抬落，所以会抬2摆。啊，即摆政府的法律伊进前改就是讲，你敢会使抬第一摆，你捡骨起来袂使搁抬落。伊安尼土地才法度，互大家轮流啦，轮流啊，这上早的社会，上早的社会主体就是这只啦。这是社会主体啊，但是主要这是阴体啊。概念啦，嘿啊，啊你若捡骨起来了，也是讲你头一摆你就火葬，吼，火化了后，你通去放咧塔，吼，所以即摆真济即个佛教的啦、道教的，伊就是经营即个事业嘛，是替恁拜公嘛。对，有影，因为这，啊，你甲想看，甲拜神明、拜公嘛，其实拢是祭拜嘛。啊，你也像外国是安那无这个制度，外国人欧洲较早普遍拢是基督教嘛，还是讲天主教。伊叫你在生拍拼，死后免烦恼，你死后你信上帝，上帝带你去好所在。所以西方的人伊免烦恼死后要去倒，咱台湾人毋是啊，台湾人你传统的家族制度是讲，你若死后吼。无就做孤魂野鬼，哦，啊你若有子孙甲你拜，你就做人的祖先嘛。啊你若做歹神明，李世民就带你来去洗。你若受好代吼，后摆凡事会升天做神明啊。哦，所以人死后看你修行。但是即摆即个传统的这个概念，较慢慢淡化去。对，我要讲就是讲，所以社会的变化嘛，你财产的部分就是民法已经规定了嘛。其实这属工业一牵涉就头拄有讲嘛，一个是财产，一个是人嘛。人就是过身了，祖先要祭拜，啊，派下员就是现世活着个子孙嘛。你做人的子孙拜公嘛，拜祖先，你死后子孙拜你啊，一代一代。较早咱对这个一个家的传承，就是安尼。啊，即摆毋是嘛？即摆法律就是嘛是共款学西方嘛，咱就是管好咱这世人就好啊。吼，啊，其他的就是等于属于这个祭祀，就是较宗教、精神方面的法律基本上是无得管，因为伊等于是宗教自由啦。你要信啥要拜啥，哦，你看咱汉人较早面对基督教拄来传教的时，真正嘛是会牵涉着讲即摆因无要拜公妈，那公妈拜下面啦。啊，所以家族内底但都引起大纷争啊。哦，比如讲你信基督教，啊，你的兄弟无得信啊，就讲不好煮，啊，啥安尼。
所以但是即摆咱的宪法之下就是讲，人民有宗教的自由啊，伊要信仰啥爱甲尊重嘛。同款啊，你这属公啊，你若讲真正要拜祖先的这个部分，嘛有通别项通处理啦吼。所以伊即摆譬如讲，这属工业法人，还是讲做财团法人，财团法人单都好啊，因为财团法人你只要你迄个财产嘛毋是你下面派下的，你就是这属工业这个祖公，等于是拜祖公的这个目的存在的财产，伊是永远存在啊。只要你有这个佫听我来做好事，就有现代意义。是啊，伊就是符合现代社会法律制度，嘛对现代咱这个社会讲公益，有关系，脱离这个家族来家族代志。敢若祭拜安尼。即我来请教律师吼，即技术工业要来脱新吼，尤其嘛林老师买当来参与哦，就是讲，技术工业安怎来现代化，变做较摩登吼，会当，譬如讲头老师讲的财团法人，或者是甚至来信托化，敢有即种可能性？律师，你先讲。好，是有这种可能性的吼。重点是技术工业这个制度、这个传统，是毋是一定生做安尼，伊无改变的这个可能？这件代志我感觉是会使去思考的。是，像学多老师讲的，即马是一个民主的社会，技术工业是毋是会使民主化？即马是一个会讲平等的社会，是毋是有平等化这个可能性？若有这个可能的话，其实伫制度、伫个规约。咱拢应该爱搁较主动的去改变伊，并毋是单讲人民应该去想要签安怎的契约，安怎无合理，你拢有法度接受。应该是国家有这个义务，按照宪法这个规定，互民主、互平等，会当放入去这个传统这个制度内面。是，这安尼才有机会，互法律甲传统拢有一个平等的可能。是因为确实是太侪技术工业咧。修稿啦、关系啦，这孟金老师，所以吼，拄啊，感谢蔡大律师支持我的意见。真正民主化是爱思考的啦。第一就是讲，咱即马想讲区权会议吼，要选一个主任委员监察员、财务，伊敢若连任袂使连任一遍尔，迄重要你管财产的遮有管决定权的遮，爱受到民主的制约。伊爱受的，咱即摆管理者吼，无规定讲伊的任期，无规定讲伊的权限，所以所有的你出做什么，代志就是安尼出来啦。对，干那伊一个人决定尔。所以这个制度内底，目前我感觉迄真有问题。应该爱去思考，讲跟法律接轨嘛，那跟一般的这个观念要接轨，然后它运作吼，比如讲。像财团法人也好，还是技术工业法人也好，伊基本上就是讲伊有一个永续的概念。永续咱嘛加该支持，但是这个部分就是讲伊的运作。咱既然讲要平权嘛，平权不只是男女平权，所有的派下员都要平权。那平权的时候，他的意识、他的运作，应该就是爱行入去民主化这个部分。安尼唔较有一个，无这内底吼，这较早的规定吼，规约吼，你卖财产会使免分嘛，毋知囥喺倒毋知嘛，你处分的时阵，你因为你规约内底规定讲派下权无优先成买权，连优先成买权嘛无呢，所以这拢某一种程度拢违反着现行法。要卖的时阵34条之一。你第四项你就规定讲他强有人有优先性买权啊，结果呢，你规约内底规定讲袂使，连优先性买权嘛无，你无要别人我也是无共款，袂当家己买，这拢真无公道的代志。这已经就唔那是男女无平等的代志，所以派下这是无民主的代志，对，无民主啊，所以透明啊，技术工业的事务嘛是要一个透明化嘛。林老师嘛有甲你同意，谢谢。我是同意，我是讲较早我毋捌想到这点，无真深的去思考啦。爱透明化的运作。因为我插这个立法甲这个过程吼，其实我有参加不哩侪遍，参加真侪遍的时候，因为咱技术工业的问题介济，拢是伫个这个规约规定无合理。其实规约为什么那无遐尼伟大嘛？
其实上早的规哦，咱民国，咱是1905年才有户籍，啊，咱以前的技术工业就存在，啊，所以伊的户籍是要啊，所以较早伊的历史者，甲是上尾有户籍者，安那看来拢是，咱拢唔知呢。拢关啊，迄个研究人咧乱写，啊，你就给相信啊。所以公告出来物件到底是真还是假，咱唔知嘛。啊，所以我既然事实就是安尼，按你事实，咱爱尊重伊，啊，但是伊嘛爱尊重法律，哦，啊，法律甲伊内底去融合，我觉得即马应该是以后的这立法者应该去思考这个代志啊。因为咱看吼，即马吼，目前吼，即个技术工业条例吼开始公告哦，要完成申报即个房屋吼。啊，佫2822栋哦，哦，这唔知是呢，现在遐唔知是安怎？啊，土地面积啊有2485公顷哦，差不多是751.7万平哦。这其实是牵涉到真侪人民来这个的利益哦。上后尾这个时间，我要请3位来讲吼。咱这技术工业，不管是各位吼对这个传统的这个角度，还是变迁的角度来看这个技术工业，其实我知影在台湾，啊，佫有技术工业，啊，佫新明会，啊，佫其他东西278这个人民团体，啊，佫足济。我即摆是笼统来讲，叫人民团体，即要安怎来甲做？尤其老师啊，做个相当的研究吼。咱今仔日讲技术工业，其实吼汉人啊，即客家人哦，因嘛有啊，只是因叫做工厂，哦，就是工厂啦，工厂，吼，我唔知我还有看因对唔对，但是还佫真侪变体的。原住民嘛有技术工业。哦，原住民技术工业吼，这另外一种我再来讲互大家听。我来请詹老师来先讲。其实咱台湾吼，这个问题。你若为历史的角度来看，日本伊嘛捌拄过这种问题，但是具体无共款。日本因有一种叫做庄仔头的，迄叫做入会权。哦，日本人因真侪即个山拿吼，就是较早规庄仔头公家嘛。敢若共产制度共款。咱会当去彻查啦，吼啊扣查啦，啊但是你讲这座山这山坡地上的庄仔头的人唔捌安尼想过。啊但是你就欧洲的法律入来，民法。讲土地有一个叫做管理，哦，一个土地顶管就是叫做物权嘛。物权的管理咧，有一个管理，就有一个所有人，啊，这个所有人就是这个，那日本时代咱讲做业主啦，所有权人、所有权人是啥？啊，伊的土地，伊有的唔是迄块土地，伊有的叫做土地顶面的管理使用权，管理，使用权是具体，但是迄块土地咱咧卖的是迄个所有权是政府。炸入来，啊，就是安尼才会复杂。就是讲，啊，欧洲的制度、西方的制度，因是所有权，因是用个人嘛。但是咱咧讲的，咧传统的社会有真济是公的物件，集体。除了技术工业以外，咱日本人较早拄头咧调查，伊发现讲吼，台湾人或者工业的即个物件吼，上无10外种，10外种。主席会社啦。啊，公司啦，这边足济啦，吼，有10外种的工业，所以因整理到尾，两种上济就是甲技术有关系啦，一种就是拜祖先的啦，变做技术工业；一种就是拜神明拜神明的啦，变神明会。神明会啦，尾你若有起庙的，就是寺庙嘛。啊，咱战后的政府接收的是技术工业以外，寺庙因在中国的时代。民国18年，1929年，因有一个叫做寺庙监督的迄个条例嘛。条例嘿。迄个条例一直用到2000几年啊，尾啊宪法大法官解释573号还是哪号，讲这吼违宪。违宪嘿。是安怎违宪？人民有宗教的自由啊，因要安怎去信仰这个神明吼？啊，关于神明的财产要安怎去处理？才讲是民间的。啊！但是你讲，伊若是违宪的，啊，这个民间这个团体财产共有的财产要怎去处理？民法典权提供的就是叫做社团法人，叫做财团法人嘛。啊，伊若讲民法的规定，有一寡问题，无可能全部
会当讲吼适应啦哈。哦，你会当定一个特别的法，譬如讲咱即马都有叫做宗教团体法，草案嘛，要未完成的啦，好早嘞吼。对，宗教团体法就是要处理这个宗教团体。借属工业条例即马是已经完成，伊是要处理借属工业，但是伊即个借属工业条例就是开一条高速公路出来。借属工业伊就是无考虑到传统应该，人讲对时代改变，是。伊甲即个习惯法吼，拢固定了的，所以才会出这个问题。还是来蔡律师，咱关键。哦，我感觉讲技术工业，伊本来就毋是一个无法度改变的一个传统甲制度，所以若是在即马社会变成的即个情形之下，咱应该爱搁较平等、搁较民主。林老师，法与时转折。